牛我妹做鸡鋪，愛講乜嘅咧？我老阿日子鄉下草地等嚟烘，食等阿日子帶來嘅點心，無生意，老9層半跌到天嚟烘，嘟好。阿中伯肯定將來好甜嘅牛骨，經過我嘅面前，牛骨看到天嚟烘，又好食嘅，皮到香味，就老9層半食到嗆嗆。我看到牛骨嘅背囊烘，佢等將嘅拍好嘅，就唔記得頭到9層半本牛骨食體咧。我看到拍好嘅講，也拍好嘅，讓俺講又唔驚人咯。阿中伯講，也拍好嘅係牛骨嘅好朋友哦。什麼呢？聽我講下。